嗱，今日咧，我想同大家講下一個我10年前咧就喺 YouTube 度睇到一個from 一個 YouTuber，一個美國嘅Shira7嘅一個 idea 嚟嘅。咁佢咧就話咧，佢教佢小朋友咧，就佢叫佢成家一齊去顯化，用吸引力法則咧去顯化創造佢哋嘅人生嘅。咁咧，佢哋就叫做乜嘢咧？就係用一本日記。叫做 Manifestation Journal，你可以係話顯化日記咁樣啦，你就寫低你想顯化嘅嘢啦。你可以教你小朋友做啦，或者叫你老公、叫你朋友同你一齊做都得。每個人有一本一齊做都得。最緊要係嗰個 feeling，嗰個感覺，就係如果你有一個你理想嘅人生，你會想點樣去顯化出嚟咧？咁結果咧，區咧幾個月之後咧，我哋喺2年之間咧，我屋企人嘅身家咧就幾級跳，所有屋企嗰啲車啊樓啊全部 pay off，唔使再供啦，就係咁神奇。之後咧，我就好信呢個 law of assumption。